各位你哋好，喺12月21日嗰個中九龍繞道咧通車噶啦。呢個中九龍繞道咧就其實係由日出康城一路去到西九龍嗰段路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喺日出康城去到藍田嗰度咧就已經通咗車啦，就經過嗰條將軍澳大橋啊，大家都可能去過啦。咁而家呢一橛咧就係由九龍灣一路通到去西九龍嗰度，就係西隧出口嗰度。咁至於由藍田油塘嗰度去到九龍灣嗰段咧，就而家就未通車嘅，新路未通車，但係大家都可以行嗰個觀塘繞道啦。觀塘繞道就都好多年噶啦。咁如果全部通晒咧，就係喺將軍澳日出康城嗰頭一路去到西九龍啊，甚至一路延長去到機場啊，都好方便噶啦呢條幹路。咁我今日就淨係講一講呢一度由九龍灣去到西九龍嗰度係通車情況係點樣。先喺運輸署個網頁嗰度有個駕駛指南嘅，咁我會將運輸署嗰啲嘅網頁有關網頁擺喺我條 video 下低，大家可以去睇嘅，睇睇個指南係講啲乜嘢先啦。而家開段中九龍繞道咧就係油麻地段嘅，咁全長咧就係有4.7公里嘅。咁喺西面有幾個出入口，喺東面亦都有幾個出入口，中間就係隧道嚟噶。嗱，喺呢個小冊子嗰度有一頁去 summarize 咗佢嗰個出入口係點樣嘅。呢一個咧就係由西向東嘅。咁喺西面嗰個入口咧就有西九龍公路啊、大角咀啊，呢度嘅就油麻地啊，同埋西隧嗰個出口嘅。咁經過條繞道就油麻地段嗰個隧道咧，出翻嚟東面嗰個就係啟德主場館啦、九龍灣觀塘工貿區，同埋呢個係啟德郵輪碼頭嘅，就主要有4個出口。咁至於係向西面行咧，就呢個入口咧就有係啟德主場區啦、九龍灣啦。觀塘亦都係分係觀塘道同埋觀塘繞道嗰度啦。同埋啟德郵輪碼頭又入去就經過嗰個係隧道啦，油麻地段嗰度隧道啦，就出翻嚟呢邊咧，就西面咧就西九龍公路啦，駁翻大角咀啊、油麻地啊嗰啲地區啊、高鐵站啊，咁呢都係呢度嘅。同埋都係西隧嘅入口。咁就係話喺西面主要就有4個出入口、4個入口、4個出口。喺東面咧就出口有4個，入口咧就係有5個。咁佢呢處咧亦都有個 QR code。如果大家係 scan 入去咧，佢有啲影片嚟到係喺架手機度睇嘅，係解釋嘅。邊個入口係點樣，邊個出口係點樣，都好詳細。嗰啲詳細咧，我就唔會逐一嚟到講嘅，即係希望大家係 scan 咗呢個 QR code 入去睇更加清楚啊。因為佢嗰啲 video 咧，有啲係用舊嘅現有真係路面拍嘅，咁但係去到新嗰啲咧，佢因為未有路面咧，佢就係用一啲係電腦先嚟出嚟嘅，咁做得幾好嘅。到達連翔道，繼續前行往大角咀。咁如果你唔想 scan 呢個 QR code，亦都有一個佢網頁係俾大家嚟到係，亦都入去可以睇噶，可以用電腦慢慢睇都得嘅。嗱，去到運輸處嗰個網頁咧，你就篤佢就有正話嗰條片睇噶啦。嗱，篤呢度佢有張地圖出嚟俾大家睇嘅。
喺個運輸處個網頁嗰度呢，其實佢淨係有係揀係睇個入口啊同埋出口嘅，即係大家唔使話睇晒全程嘅，你唔熟邊度呢，就揀邊度嚟睇就得噶啦。喺運輸處網頁嗰度有嗰個駕駛指南嘅，係 PDF 版本嘅，可以係 download 咗落嚟呢，就可以詳細嚟去睇，係幾好嘅。有個出入口，最緊要佢有埋嗰啲路標啊，即係話到時去個路嗰度係邊個路標，佢就框住，咁啊好清楚嘅。OK， 我今日所講嘅係咁多，咁啊詳細大家自己去運輸處嗰度嚟到慢慢研究啦。拜拜。